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特别是在礼拜之前，我们一起预备心来祷告。祷告是我们跟神亲密的时间，请大家在这个时候特别为教会祷告，为世界的安全祷告，特别为台湾的缺水来祷告。台湾人缺的不只是嘴巴喝的水，更缺的是心灵上面的饥渴。上帝所赐下的活水在我们当中，也恳求各位弟兄姐妹能够更加的关心双联教会，以及教会所设立的各个不同的服务社会的机构，不管是安养中心、幼儿园、社会福利基金会、视障基金会。特别请大家在祷告当中一起纪念身体欠难的弟兄姐妹，还有最近碰到难过、忧伤、生离死别考验的弟兄姐妹的心，好不好？让我们用祷告来开始今天的礼拜。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上帝，爱我们的耶稣，我们知道你倾听我们的祷告，无论我们是大声还是小声，或者是在我们心中轻轻的向你呼求，你必定垂听。求神坚固我们，保守我们，将你的安全赏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将你的智慧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知道如何继续向前面迈进，如何继续我们前面的生命目标。我们特别将教会交托在你的手中，你的灵安慰每一位弟兄姐妹，你的医治要在每个身体欠安、心灵忧伤的弟兄姐妹的心中做工。我们也特别将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的机构，无论是安养中心、幼儿园、社会福利基金会在新庄，还是我们的视障基金会所关怀的每个社区、每个百姓、每个弟兄姐妹，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我们今天的礼拜，让我们的心仰望，我们的心谦卑在神的面前。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跟旁边的人讲说，上帝会听你的祷告。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高兴今天我们能够一起聚集在这里。这时候邀请大家从座位上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今天要来赞美我们的神。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身为他的儿女，当欢呼喜乐。阿们吗？阿们。用我们的掌声一起来赞美。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天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天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真理，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我们对左右两边的人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也是你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也是你的力量。再一次来赞美。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天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天地大声欢呼。举起我们的手来宣告。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喜乐，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真理，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真理，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是我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王，我们要来赞美他。是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主，我们当来尊崇你，主，我们要来称谢你。哈利路亚，耶稣，将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耶稣，哈利路亚，耶稣，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耶稣。圣灵啊，我们欢迎你。主要求你亲自来，使我们享受在与你同在的时刻。主要帮助我们更深专注来敬拜你。将我眼目聚焦于你，哦，耶稣，将我全心来回应你的爱，放下恐惧，我全人降服于你。我敬拜你。主，我渴慕你同在。主，我渴慕你同在，盼望胜利，使我更加靠近你，生命活泉永流进入我心。主，我渴慕你同在。主，
灵使我更加靠近你，生命活泉涌流进入我心，主我渴慕你同在，主我渴慕你同在，盼望圣灵使我更加靠近你，生命活泉涌流进入我心，主我渴慕你同在，主我渴慕你同在，盼望圣灵使我更加靠近你，生命活泉涌流进入我心，当我敬拜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更深的专注于我们的神，将我眼目聚焦于你，哦耶稣，将我全心来回应你的爱，放下恐惧，我全人降服于你，我望我敬拜你，主啊，我们渴慕你，主我渴慕你同在，主啊，使我们更深渴慕你，主我渴慕你同在，盼望圣灵使我更加靠近你，生命活泉涌流进入我心，主我渴慕你同在，主我渴慕你同在，盼望圣灵使我更加靠近你，生命活泉涌流进入我心，主我渴慕你同在，主啊，吸引我们，主我渴慕你同在，盼望圣灵使我更加靠近你，生命活泉涌流进入我心，主我渴慕你同在，主我渴慕你同在，盼望圣灵使我更加靠近你，生命活泉涌流进入我心，当我敬拜你，从我心深处呼召你，倾倒我全心全意赞美，从我心深处我呼召你，全然降服你，向你唱出爱的旋律，
祝福，求你倾倒我全心全意赞美，从我心深处我呼求你，全然降服你，向你唱出爱的旋律，毫无保留，全然属于你。从我心深处，我敬拜你，只为有你。让我们一起举起手来呼求我们的主。从我心深处呼求你，倾倒我全心全意赞美，从我心深处我呼求你，全然降服你，向你唱出爱的旋律，毫无保留，全然属于你。从我心深处，我敬拜你，只为有你。主啊，我们渴慕你，主啊，渴慕你同在。主啊，我们更深渴慕你，渴慕你同在。主啊，是我唯一的盼望，盼望胜利，使我更加靠近你，生命活泉永流进入我心，主我渴慕你同在，主我渴慕你同在，盼望胜利，使我更加靠近你，生命活泉永流进入我心，主我渴慕你同在，主我渴慕你同在，盼望胜利，使我更加靠近你，生命活泉永流进入我心，主我渴慕你同在，主我渴慕你同在，盼望胜利，使我更加靠近你，生命活泉永流进入我心，当我敬拜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吸引我们来渴慕你。主啊，我们要对你说，我们在这里，我要更深来寻求你。我在这里深切寻求你，每个清晨夜晚不住地寻求。我在这里聆听你心意，亲爱主耶稣，渴望欢迎你降临。主啊，我们在这里，我在这里深切寻求你，每个清晨夜晚不住地寻求。我在这里聆听你心意，亲爱主耶稣，渴望欢迎你降临。
喜，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感恩，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让我们对神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让我们更深更多来回应。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主，我们在这里。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主耶稣，主耶稣。欢喜，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感恩，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主，我们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会。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主耶稣，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欢喜，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感恩，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是的，主，主，我们在这里。我要更深更深来寻求你。我在这里深切寻求你，每个清晨夜晚不住地寻求。我在这里聆听你心意，亲爱主耶稣，渴望欢迎你降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使我们何等有福，能够来这里敬拜你。谢谢你是活着的神，吸引我们来渴慕你。主啊，我们要说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渴望，就是更深来认识你。主啊，就是享受你圣灵的同在。主啊，求你吸引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时刻，都能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祷告不完全，要用你所教导的主祷文这样祷告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愿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于至高上帝。现在我们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圣经记载在2个位置。第一处圣经在约翰福音13章36到38节。约翰福音13章36到38节，在现代中文译本170页。约翰福音13章36节，西门彼得问耶稣：“主啊，你到哪里去？”耶稣回答：“我要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但是后来你会跟我去的。”彼得说：“主啊，为什么现在我不能跟你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郑重地告诉你，鸡叫以前，你会3次不认我。”第二处的圣经节在约翰福音21章第3节到11节。约翰福音21章第3节到11节，在现代中文译本182页。约翰福音21章第3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大家说：“我们跟你一道去。”于是他们出去上了船，可是整夜没有捕到什么。太阳刚出来的时候，耶稣站在水边，可是门徒不知道他就是耶稣。第5节，耶稣对他们说：“朋友，你们捕到了鱼没有？”他们回答：“没有。”耶稣说：“把网撒向船的右边，那边有鱼。”他们就撒网下去，可是拉不上来，因为网着了太多的鱼。耶稣所钟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西门彼得一听说是主，连忙拿一件外衣披在身上。他那时赤着身子，跳进水里。第8节，其余的门徒摇着小船靠岸，把一整网的鱼拖了上来。当时他们离岸不远，也有100公尺的距离。他们上了岸，看见一堆炭火，上面有鱼和饼。耶稣对他们说：“把你们刚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到船上去，把网拖到岸上，网里都是大鱼，一共有153条。虽然有这么多鱼，网却没有破。今天早上，戴牧师要为我们传讲的信息，题目是“鸡叫之前”。鸡叫之前，让我们恭敬来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耶稣复活后第29天再一次见面，跟旁边讲说：“上帝爱你。”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前面的半段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3章。类似的经文出现在马太、马可、路加当中都出现。这4本福音书都描写一件事，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共进逾越节的晚餐。在这个晚餐当中，耶稣预告了彼得会3次不承认跟他的关系。后半段的经文是在21章开始，这段比较特别的是，它是约翰所独有的，也就是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记载，只有约翰记载。约翰描写说，门徒在耶稣复活后，他们又回到海边去捕鱼。耶稣跟门徒再一次相见，在加利利海的海边。彼得跟6个弟兄，他们整夜抓鱼，抓不到什么。
看到海边有人对他们说：“把网撒向右边。”11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那个网满了大鱼，有153条。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还有使徒行传，都记载了耶稣复活的故事。特别是使徒行传1章的第3节，他说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有40天之久。我们现在来试试看，用2021年的教会历来试试看，回到历史上的今天，你们还记得3月28号那天发生什么事吗？耶稣骑着驴进城，弟兄姐妹在旁边欢迎，大声喊说：“和散那，愿上帝赐福给那个奉主名来的那一位。”4月1号，耶稣跟门徒共进逾越节的晚餐。在那个晚餐之后，耶稣被出卖。那个晚上，他被抓拿、被逮捕、被拷问。但是在那个时候，也应验了耶稣说：“彼得，你会3次不认我。”接着后来就看到耶稣所面对很多的考验。4月2号早上，耶稣他被判了死刑，钉在十字架上。大约在早上9点的时候，下午3点，他断气在十字架上。傍晚的时候，被人家埋葬在亚利马太约瑟的坟墓当中。3天后，也就是4月4号清晨，耶稣复活了。复活之后，耶稣向门徒、向妇人、向他的信徒显现有40天之久。今天是5月2号，也就是耶稣复活的第29天。根据使徒行传1章3节的记载，在11天，耶稣就要在众门徒的面前被接升上天，好不好？我们跟旁边讲说，复活的耶稣在我们当中。对，耶稣复活之后大概有40天之久。根据圣经当中的记载，这40天当中，他的显现可以分为2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4月4号当天，发生在耶路撒冷城当中附近。耶稣总共显现了5次。第一次是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第2次向几位妇女，第3次向西门彼得，第4次在以马五斯的路上跟2位门徒碰面，第5次是在那一天的晚上，门徒聚会的时候，耶稣显现在他们当中。第2段，耶稣显现大部分是出现在加利利地区，也就是后面的39天当中的记载，总共有7次。4月11号，也就是4月4号的后面的7天，耶稣向多马显现，然后在加利利的山上，他向门徒显现。第8次，他在提比里亚海，就是加利利湖，就是格尼撒勒湖，他在门徒面前显现，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后半段的经文。第9次，耶稣向500个人显现。第10次，耶稣向雅各1个人显现。第11次，耶稣向门徒显现。最后一次，12次，耶稣在橄榄山上，在门徒的面前被接升上天，好不好？我们再跟旁边讲说，复活的耶稣与你同在。是的，复活节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节日，很多这个受基督教信仰文化影响的国家都很重视这个节日。它是在春分月圆之后的第1个主日。复活节的象征就是人的生命重生与希望再现。所以基督教的教育学里面说，耶稣基督受苦死亡是为了拯救世人的罪。耶稣的肉体复活是为了赏赐世人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跟旁边讲说，你有永生的盼望。可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每年的春分月圆都不固定，所以每一年的复活节也都不固定。不过大概都是在3月到4月底之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2021年的复活节很特别，因为它是结合了儿童节、清明节跟复活节都在同一天，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4天的连假，
很多人都忘光光了。跟旁边讲说，你真的很幸福。是的，我们很幸福。儿童节，基督教教育学家告诉我们，儿童最爱复活节的彩蛋了。这个彩蛋告诉我们说，它是宗教的象征，也兼具下一页，兼具教育功能。它让小朋友在复活节的时候看到彩蛋，就可以体会出耶稣复活带来生命的改变。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象征。现代人很喜欢买巧克力做的彩蛋，为了表达友谊、关爱跟送给别人祝福。那至于清明节呢？我们看到清明节很特别，在最早的记载是出自淮南子的天文训，他说春分后15天就是清明。可是清明的前3天，你们一定很少人知道，它叫做寒食节。寒食节就是说，吃的东西是不能用火煮的，要吃冷的。所以呢，寒食节我相信你们一定常常吃过这个食物，就是润饼跟春卷。你跟旁边讲说润饼春卷，对，我相信有在睡觉的人都醒来了。润饼春卷就是让我们没有用火，冷冷的吃，但是3天之后清明节才可以重新用火，叫做新火。白居易在唐朝的时候写了一首诗歌，它叫做《寒食野望饮》。我不知道你们眼力好不好？我们来试试看。上一页。对，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预备，来。乌啼却照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紫前飞，古木累累春节绿。好，这个我们停在这个画面。这个诗歌在描写说，古代的人他们面对生死之间的一个强烈对比。我们在清明节的时候去扫墓，看到一垒一垒、一堆一堆的古墓。可是呢，扫墓的时候又是在春暖花开、柳丝吐绿的春天，所以人们的心中存着说扫墓祭祖的那种哀伤，但是又看到四处春意盎然，又是思念亲人那个哀愁的氛围，但是又感受到大自然界的活泼生机，瞬间觉得人生好矛盾。你跟旁边人讲说好矛盾哦。是的，矛盾的人生。我们看一下下一页。杜牧他在唐朝也写了另外一个清明的诗词，这个诗词大家一定很熟，所以我们用很高雅的文人的语调来把它念一遍。预备，来。清明雨纷纷，路上寻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诗我不用特别解释，你们都知道。江南的清明是细雨纷纷，飘飘洒洒，特别是飘在出外人的身上，那个内心马上就想到各自不同的惆怅，好像外面的天空下着雨，但是内心的充满哀伤。这个路人呢，就借问旁边的好心人说，哪里可以买酒浇愁？牧童呢，纯真的指着遥远的杏花村，说那边才有。其实各位，你们在看这个诗词的时候，要注意这4个字：牧童遥指。牧童遥指是暗示说，天上的雨下得晚，可是人的内心忧伤不容易马上得到解脱。所以俗话说得好，借酒浇愁。你们都有经验哦。所以要靠耶稣，好不好？跟旁边讲说，耶稣给你希望。复活节是基督教里面重要节日。坦白讲，它是跟受难日紧紧结合在一起。我们不能只是庆祝复活，或者只是庆祝受难，其实它2个是合在一起，就像清明跟寒食是合在一起。受难复活的这个感觉，是让我们经历矛盾的心情，既生离死别有哀愁，又重新
新的生命的盼望。所以我们都可以知道，今年的复活节跟受难日恰好又是清明跟寒食同在一起，更让我们提升到想到我们内心对耶稣受苦死亡的哀伤，但是又同时领受他复活之后带来的重生的喜乐。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不能只是庆祝复活节，不要忘记耶稣的受难。所以有人说，受难的耶稣是等于复活的基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还记得吗？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跟门徒一起守逾越节的晚餐。后代的基督徒把这个晚餐转化成纪念主耶稣而设立的圣餐。什么叫圣餐？圣餐就是与主神圣连结的仪式，就叫圣餐。圣餐的时候，信徒领受圣餐，嘴中吃着奉上帝的名祝圣后的饼，心中想的是救主的身体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而破裂。当信徒手中拿的那个被圣灵圣化的葡萄红汁的杯的时候，我们心中想的是耶稣基督宝血是为了洗净世人罪恶而流出来的。所以主耶稣交代我们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小时候，我的教会是在乡下的海边，我们都会在复活节的早上一起到海边，在鸡叫之前，在那边一起唱歌敬拜神，庆祝耶稣的复活。但是今天的讲道，我特别要提醒各位，你们还记得2000年前的一次鸡叫之前的状况吗？我们今天的经文13章上面说，耶稣跟门徒共守逾越节晚餐，彼得，请记住这个人，跟旁边讲的是彼得。彼得信誓旦旦的跟随耶稣3年，他信誓旦旦的拍着胸膛跟耶稣说，纵使所有的人都离开你，跌倒了，我不跌倒。耶稣跟他说，鸡叫之前你会3次不认我。还进一步的保证说，就是必须和你同时，我也要跟你在一起，我不会不认你。可是后来我们看到耶稣到客西马尼园祷告，后来被逮捕之后，在众人的指控当中，彼得他3次不认耶稣。鸡叫之前，耶稣转身看他，转头看他，彼得想起来了，他想起来羞愧的出去痛哭。所以鸡叫之前，彼得以为自己很勇敢，很有魄力，很有担当。但是4月2号的那个晚上的考验，让彼得的生命完全显露无遗。彼得在鸡叫之前，他是那么的傲慢跟无知，可是鸡叫之后的彼得，充满了悔恨跟无能为力。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鸡叫了，天会亮；鸡不叫呢，天会不会亮？会亮。所以天亮或不亮，不是鸡叫了就算，关键在于你有没有醒过来。醒过来了，过一天；没醒了，就过一生了。跟旁边人讲说，感谢主，我们都醒来了。对，我们都醒来，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在这个地方一起特殊的一个敬拜。彼得是一个热情但缺乏深思，属于冲动型人格的门徒。他很爱主，可是他生命还是很软弱，跟我们都一样。但是主耶稣的圣手一直都没有离开他，上帝甚至后来改变他，让他成为全世界教会的磐石。其实上帝也透过鸡叫之前的彼得，在刺激我们反省，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哪些软弱，我们生命里有哪些需要特别对付的吗？你问一下旁边好不好？有吗？你问一下旁边，你有吗？是的，我们一起想想看，彼得的生命当中第一次跟耶稣见面在什么地方？在海边。海边很重要，你知道吗？特别是无人的海边。
彼得在海边整夜辛苦抓不到鱼，有一个人在岸边跟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因为旷野海边，所以有回音。彼得就把船开到深处的地方撒网，果然抓到很多鱼。彼得上岸之后，跪在耶稣前面说：“我是罪人，请你离开我。”耶稣对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后来彼得跟了耶稣3年半，有些学者说5年半或6年。可是，在逾越节的那一天晚上，彼得还是3次不认主。鸡叫之后，彼得想起来了，他痛哭的跑出去。耶稣复活后，彼得又回到海边，继续他打鱼的生活。他跟6个好伙伴一起打鱼，总共7个人。他们仍然辛苦整晚，抓不到任何一条鱼。忽然间，有一个人站在海边，对他们说：“把网撒在右边。”把网撒在右边，果然抓到一大堆的鱼。彼得上岸之后，认出耶稣，耶稣跟他交代3次，要喂养主的羊群。喂养主的羊群，回头兼顾你的弟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世的时候，总共做了35个神迹，其中有34个是在他钉十字架之前，只有一个是在复活之后他所行的。那个神迹就是约翰福音21章，刚刚你们读的经文。耶稣告诉门徒，他们整夜抓不到鱼。耶稣说：“撒向右边，撒向右边。”右边是 right side， 就是 right way。你跟随耶稣的话，你就会做对人生。后来捕到153条鱼。我读神学院又当牧师，总共26年。我一直在想，这153条鱼到底有什么样的神学意义？可是事实上我没有找到什么。可是有人分享说，153就是一个对的人生，美好人际关系，有意义的人生，充沛的体能，内心得平安喜乐。5就是5个上帝怎么看你？你是有能力，你是有价值，你是可被爱、可原谅、可被接纳。3是什么？3就是神爱你。好不好？你现在用充满感性的口气跟旁边人讲说：“神爱你。”他如果怀疑，你再说一次：“神爱你。”感谢主。有一个网络故事这样说：在家长会上，有一个老师在黑板上做了4个题目：2+2、4+4、8+8跟9+9。其中有一个题目写错，大家马上发现：“老师你写错了，这么简单还算错。”老师回头跟他们讲说：“没有错，我算错1题，可是你们都没有看到我算对3题。”老师说，教育不在发现做错，教育是在赏识做对，欣赏做对的。耶稣对彼得的教育就是如此，传福音的精神态度也是如此，做社会服务传耶稣福音的人就是在如此，让上帝的福音改变一个人的心，改变一个家庭，改变一个公司，改变一个社会，改变一个国家，甚至改变全世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13节说：“我只专心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非常重要的事。我们跟旁边讲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因为忘记背后的意思就是你要把你的失败忘记，你要忘记你以前的失败的经验。你不忘记的话，你永远会卡在那里，所以你就变成 lady 卡卡 boy 卡卡，好不好？你跟旁边讲说你是 lady 还是 boy。你如果没有办法忘记你的失败，你就会卡在那里。同样的，更危险的是，你没有办法忘记你的成就。我以前是几个董事长，我以前的公司多大，工厂多大。你没有忘记你的成就，你就会卡在骄傲
你看不清楚你的未来。所以保罗跟年轻的提摩太传道说，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要继续向着标杆直跑，专注现在，委身未来。我们跟旁边讲说，向着标杆直跑。牧师的讲道要结束了，在结束的时候，我要请乐团等一下带大家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移动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们一个非洲的故事。听完我们要一起唱歌，唱完牧师再带大家做祷告。有一个专业的旧金山邮报的作者说的一个故事，他说：你在非洲，如果你是一条路，你每天醒来的时候要有一个觉悟，就是你要比跑得最快的豹还要快，不然的话你会怎样？被吃掉。但是如果你是在非洲，你是豹，每个早晨起来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觉悟，你要跑得比那个最慢的鹿还要快，不然你今天就饿肚子。所以在非洲，不管你是豹还是鹿，每天都要继续向前跑，好不好？你跟旁边讲说，每天继续向前跑，每天继续向前跑。我们要唱一首歌，新的意向，新的方向，我们一起来敬拜。用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这一世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神的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上帝，爱我们的耶稣，谢谢你。虽然明天会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坚定的相信上帝每天都会赐下机会，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握机会，尽心尽力不断的向前。耶利米哀歌3章23节说，每天早晨都是新的，神的信实极其广大。求上帝坚固我们的心，
虽然我们会面对困难挑战，但是我们信心向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人，我们靠的是神给我们的信心、力量，勇敢向前。求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每天都要跑，因为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我们跟旁边人讲说，每天都要跑。此时，让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做奉献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爱的源头，恳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感谢主，今天是我们双年教会社会福利事工的宣教主日，求主持续带领看顾我们所做的社福事工，也看顾祝福我们所有的同工职员和他们的家庭，满有上帝的恩典同在。我们的生命、才能和金钱都是你所赏赐，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器皿，恳求主的保守，建立我们的手所做的工，能荣耀你的名。愿我们的奉献的金钱能蒙你悦纳，成为你圣工的用途。我们这样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这时，我简单的来报告，
请我们一起翻开周报的第4页，本会消息第1项，本周特别事工。第1点，本主日为本会所定的社福事工宣教主日，礼拜中特别安排本会3支分堂牧师戴约信牧师证道及事工分享，借此主日呼吁兄姐共同为本会安养中心、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及视障关怀基金会所做的社福事工关心参与与代祷奉献。第2项，肢体关怀，本会会有沈李阿志姐妹于4月26日安息主怀，享年100岁，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我们继续翻开第6页。装备委员会消息，第1点，听故事学圣经，从本周日开始，共12堂课，时间在每主日的9点到10点，地点在109号的202教室，对象是新受洗的兄姐或慕道友及想复习圣经的弟兄姐妹，欢迎踊跃参加。第2点，洗礼前造就班，从6月13日开始，共6堂课，时间也是在每主日早上9点到10点，地点在9楼会议室。那对象是要参加8月22日受洗的兄姐，那请向郭义勋干事索取报名表。以上，这个时候要请牧师来介绍来宾。大家平安。牧师这时候来介绍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的新朋友。这边有第1位是乐冠宇小姐。好，请起立哈，我们欢迎哈。第2位是施志文小姐，好，欢迎。第3位是嘉恩王嘉恩，嘉恩哈在后面哈。第4位是张旭博先生弟兄，好。其他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没有介绍到的？好。那今天牧师特别要介绍，我们有一位教会的新的同工、新的牧师哈，就是廖慧茹牧师哈。廖牧师将会参与在这个我们的儿少牧区的儿童组的部分哈。那我们常常替他祷告让他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哈。那另外，我们今天也感谢戴牧师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鼓掌谢谢他。好，最后一曲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最后的诗歌。我们一起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看顾与带领，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